云林地检署2023年侦办一个诈骗车手的案件，查到有集团开加密货币的实体店咧做诈骗甲洗钱，有上千人受害，诈骗金额是超过30亿。云林地检署20侦结，甲姓周的主嫌等17个人起诉，其中有3个主嫌，互人具体求刑20档。高庭警员进入这间虚拟货币实体商店，下令现场的人放下手头的物品，配合调查。云林检方2023年调查一站投资诈骗案的时，发现姓周的男性是甲诈骗集团合作的个人的货币商，后来家己开公司，带爸母、小弟个女朋友做伙扩大经营。周姓父子在全台各地成立数家虚拟货币实体店面，借以博取被害人信任及进行揽客，且诈骗机房亦会引导被害人至周姓父子等人所经营的实体店面。检方调查，26岁姓周的男性，2023年先加入某一间实体货币店学习相关的流程，再搁以老爸名成立实体货币店，唔但骗被害者到泰达币实体店面交现金，也接受其他诈骗水房卖货币来洗钱，而且为着让被害者信任，搁伫店内打防诈骗的宣导海报，赚取了大量现金。除购买豪宅外，并借由物流公司移转至他处，导致与检警难以追查。检方表示，去年初陆续有被害者报案，包含学生、同情的病人、提土地抵押的投资者等上千名的被害者，诈骗的金额是有31.2亿这多。云林地检署20侦结，以违反洗钱防治法、加重诈欺等罪嫌，起诉主嫌姓周的男性，佮伊的老爸甲老母等17个人，并且对姓周的男性、水房带头的姓刘的男性、负责物流的姓尤的男性等3名主嫌，具体求处20年的重刑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